今集我諗由一個數字講起咧，到咗60歲之後，你個腦入邊負責記憶嗰嚿叫做海馬體咧，喺研究話咧，佢每一年大約會縮細1%到2%，而呢個過程咧，其實由中年就已經開始，只係慢好多，一年1%-2%，聽落咧好似唔多，咁冇咧就感情十名。但係年復年咁落去呢，係會積埋。而記唔記得住今朝講過乜？鎖匙擺咗喺邊？好多時就同呢一嚿同我專注力有關。所以人到咗某個年紀，開始揾嘢揾得多，話到口邊又諗唔起個名，然後我哋會俾自己一個好順口嘅解釋。年紀到咗，咪係咁咯。不過講運動之前，有一樣要行先，記性差咗唔淨係年紀嘅事，可能係甲狀腺，可能係缺 B12，可能係瞓覺嗰陣停咗呼吸，可能係聽力差咗，又可能係某啲食開嘅藥，呢啲抽個血見個醫生咧就查得到，而且好多係醫得返嘅，所以記性明顯差咗，第一步係睇醫生，唔係落樓行路。呢個嘢太順口啦，順口到你講完就唔會再追問落去。但係咧，我同你講咧，有一樣嘢唔使食任何補品，又真係俾人攞去做過抽籤分組嘅試驗，去試下慢唔慢得到呢個過程。結果有好消息咧，亦都有要打折嘅地方。兩樣我都會講，你估係乜？係運動。但係唔係你諗嗰種運動，因為我哋一講運動，個腦即刻彈出嚟嘅係減肥啦、身材啊、心臟，全部都係頸以下嘅嘢。今集拆嘅呢本書咧叫《運動改造大腦》，作者 John Ratey 係哈佛醫學院精神科嘅臨床副教授。佢成本書講嘅係一件事，運動最大嘅得益者，可能係你頸以上嗰嚿。今集呢，我會同你講3樣同你直覺相反嘅嘢。1、記性同運動嘅關係。2、心情差嗰陣應該點做。3、其實要做幾多先夠。我亦都會同你講邊啲證據夠硬，邊啲其實好虛。呢啲書入邊通常唔會講啦。仲有，今集冇叫你買任何嘢，唔使去健身室，唔使買機器，你需要嘅嘢可能就喺你門口。先講個原理先，作者用咗一個好易記嘅講法啦。你喐動嘅時候，佢身體咧會放出一種俾腦細胞用嘅生長信號。佢形容呢種嘢好似係腦嘅肥料。嗰個次序大概係咁，你行快啲，心跳上返嚟，去腦嘅血流多咗，跟住身體放出嗰種信號，令腦細胞同腦細胞之間比較容易搭到新嘅線，搭到新線啦，即係學嘢快啲，記得住多啲。咁作者話運動唔係令你變聰明，係令個腦處於一個容易學到嘢嘅狀態。但係我要喺呢度停一停，呢個肥料講法呢，係本書最出名嗰段，但係科學家喺人身上量到嘅，其實係抽血。抽完血一睇，運動之後血入邊嗰個數值真係會升。但係問題喺邊？血入邊嘅數值唔等於你個腦入邊發生緊乜？呢一步呢，老老實實，而家仲係推論多過證實。咁所以之後嗰3段，我唔會再靠呢個原理嚟說服你。我哋直接睇返研究員啦，真係量過人哋個腦，問過人哋嘅情緒之後，究竟見到啲乜？第一個反常識，你以為記性差係年紀嘅事，係一條淨係向下嘅斜路。2011年有一班研究員決定去試一試，
佢哋揾咗120個平時唔點喐嘅長者，抽籤分做2組，一組行路，1個星期3次，每次40分鐘；另一組呢，淨係做拉筋同伸展，做足1年，前後各照1次個腦。你估點？一樣咁縮細。B 縮得慢咗，C 反而大咗返。諗3秒，答案係 C， 行路嗰組前海馬體大咗大約2%，而拉筋嗰組就照跌。研究自己形容啊，呢個差距大約等於倒返1到2年嘅老化。呢個發現當年好震撼，因為喺個之前，好多人呢覺得個腦呢到咗某個年紀啦，就係得縮冇加，而佢哋做嘅嘢係行路㗎，唔係跑步機衝刺，係行路。不過呢，我應承咗你會講埋另一面。後尾有人將14個同類研究夾埋一齊分析，結果係海馬體重體積其實冇顯著改變啊，有效果嘅係左邊個半邊，而且佢哋分析完之後認為個作用比較似係幫你阻住佢繼續縮，多過令佢變大。當年嗰篇研究出咗街之後，亦都有其他學者寫信去期刊，質疑記性好返啲嘅，係咪真係同體積大咗有關呢？所以誠實嘅講法係咁，唔好期望行下路個腦就會變返後生。咁但係縮小啲，對50、60歲嘅人嚟講，已經係好實在嘅嘢。你唔係喺度賺，你係喺度少蝕。咁所以呢，第一個行動好簡單，1個星期3次快走，每次目標係40分鐘，幾快叫快？係你行到講得出一句說話，咁但係唱唔到歌嗰個速度呢？而如果40分鐘對你嚟講太多，由10分鐘開始都計數，其實嗰個研究本身都係由10分鐘慢慢加上去嘅。不過呢，如果你有心臟病、血壓高、糖尿、關節痛或者好耐冇喐過，唔好一開波就40分鐘，由散步開始。加量之前問埋醫生，陣間呢，我會講清楚。第二個反常識係關於情緒，心情差、提唔起勁嘅時候，我哋直覺會做乜？頭瞓耐啲，唔好逼自己。呢個直覺唔係錯，但係呢，作者話佢有個陷阱啦，你越唔喐，越冇力。越冇力，越唔想喐，就好似個波碌落斜咁，越碌越快。不過呢句話呢，有個例外，我要講清楚。如果你係最近先開始，無端端冇晒精神，點瞓都唔返到轉頭，又或者每次喐完之後，第2、3日反而更加差，咁就唔係上面講嗰個陷阱。嗰種嘅情況唔好用加大運動量去谷佢。越谷可能越差，應該去睇醫生，揾返個原因先。有一個研究做過一件幾大膽嘅事，佢哋揾咗202個確診咗抑鬱症，病情呢屬輕至中度，身體狀況穩定嘅成年人啦，嚴重嘅個案啦，有傷害自己念頭嗰啲，一開始就冇包括喺入邊。抽籤分做4組。咁而一組呢，有人帶住做有氧運動，一組自己喺屋企做，一組食醫生處方嘅藥，一組食安慰劑，做咗16個星期。呢個研究最誠實嘅一點係4組都進步咗，連食安慰劑嗰組呢都進步咗好多。運動同藥物比安慰劑好嗰個差距，其實未去到統計上企得穩嘅程度呢。咁所以呢，我只可以講呢，喺呢個研究入邊呢，嗰運動組同埋藥物組嘅數字呢係幾接近嘅，係接近唔係取代。呢
呢個分別好緊要。到咗2024年，有人將200幾個研究一次過檢視，行路同緩步跑對抑鬱症狀有中等程度嘅效果，但係同一篇文咧都寫明啦，入邊大部分研究嘅質素咧麻麻啦，所以佢哋自己俾自己嘅信心評級係低。所以呢一段啊，我要講到好清楚，抑鬱症係一個要睇醫生嘅病，運動喺呢度嘅角色係輔助，唔係取代治療。如果你而家食緊醫生開嘅藥，唔好因為聽咗今集就自己停，或者自己減份量，要停要減，由你嘅醫生決定。仲有2條線你要記住，如果情緒低落，或者對乜都冇晒興趣，持續咗2個禮拜以上，唔好自己頂，去睇醫生。如果你有傷害自己嘅念頭，即刻搵人幫手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2222，生命熱線啦23820000。但係如果你已經諗到用咩方法，或者已經準備緊啲嘢，咁就唔好等電話啦，即刻打999或者去最近嘅急症室，同埋唔好一個人留喺度，搵屋企人、朋友或者任何一個信得過嘅人陪住你。而家就講返可以自己做嘅嗰部分。作者嘅重點唔係行完就會開心，而係唔好等有心情先喐。個次序係倒轉嘅，咁就好多時要喐咗個心情先跟得上。所以第2個行動係一個最低消費。情緒差嗰日唔好諗40分鐘，着鞋落樓行10分鐘，就當完成咗今日。做唔足40分鐘唔算失敗。第3個反常識係關於要做幾多。好多人一諗到運動就諗到要去健身室，要出一身汗，係要做足1個鐘。諗到呢度已經放棄咗，呢個先係最大嘅障礙。唔係懶，係個門檻定得太高咯。你要湊孫仔，要煮飯要打理埋屋企頭嗰啲嘢，邊度嚟1個鐘？咁究竟要幾多？世界衛生組織嘅建議係幾多？A 60分鐘啦， B 150分鐘， MY 500分鐘。答案係 B， 1個星期150分鐘，拆開嚟計就係1日20幾分鐘。頭先講嗰個研究係1星期3次40分鐘，即係120分鐘。嗰個係研究入邊用嘅份量，唔係公共衛生嘅目標。而2020年嗰一版建議呢，咁你仲刪走咗條舊規矩啦。以前話每次最少要做夠10分鐘先計數，而家唔使，任何份量都好過完全唔喐㗎。同一份建議仲有另一半，好少人講1個星期最少2日，做啲練肌肉嘅嘢呢，飛起身坐低10次，扶住張台做半蹲，拎住2支水樽舉手，都算過咗65歲。仲建議1個星期3日做啲練平衡嘅動作，太極就係其中一樣。行路保你個腦，練力同平衡保你唔跌親，2樣都要。呢個嘢對忙嘅人嚟講好重要。行多1個站，行樓梯，飯後落樓兜個圈啦，全部計數。你唔使搵到1個鐘，你要搵嘅係3個10分鐘，而且中等強度嘅意思係心跳快咗，有少少扯氣咯，唔係做到成身濕晒。咁掃地拖地呢，做到講嘢開始要透多啖氣啦，但係仲講得出一句說話就叫數，慢慢咁做就唔算。咁記住，胸口有嘢壓住啦，H 嘅感覺，唔係做啱咗，係叫你停低嘅信號。
斜路咧行上去，喺廳跟住音樂跳下舞，全部都入數。咁所以第三個行動咧，唔好搵時間啦，拆散佢3至10分鐘，等於30分鐘，早一個站落車，行個樓梯啦，唔搭升降機，飯後散步15分鐘，一日就夠咗。但係加量之前有幾樣要講啦。咁如果你有心臟病啦、血壓高啦，咁咧糖尿啊、關節痛啊，係曾經跌親或者好耐冇喐過，由散步同短時間開始，加大運動量之前，先問你嘅醫生。仲有天氣，天文台發咗酷熱天氣警告嗰啲日子，又或者中午醉晒嗰2-3個鐘，就唔好喺出面行，早晨或者黃昏，帶樽水，或者係索性去商場行冷氣路，頭暈啦，想嘔就即刻搵個陰涼位坐低飲水，唔好再行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同時仲有胸口痛啦、胸口及悶或者暈低，就唔好當佢中暑，即刻打999。而如果開始神志唔清，講嘢亂晒，就算佢仲出緊汗都好，又或者皮膚又燙又乾，熱到唔出汗，嗰個唔係透下就得，係中暑，即刻打999，一路等白車啦，一路咧用凍水咧係淋身散熱。食緊血壓藥或者去水丸嗰啲朋友就更加要留意。咁另外咧，咁如果運動途中胸口痛或者好唔舒服、頭暈啊、暈低啦，咁心跳唔規則啦，或者透唔到氣啊，扯得好辛苦啊，即刻停低，唔好行返屋企，打999或者係叫人送你去急症室。仲有第4樣，作者好強調，單純踩單車踩40分鐘，同一啲要你諗少少嘅活動，對個腦嚟講唔係同一回事。乒乓啊、跳舞、太極、行山路，呢啲要你判斷，要你記步伐，要你平衡。咁作者咧就話咧，有氧加上要用腦嘅動作，係佢眼中最抵嘅組合。講到呢度，我要補一句，本書最出名嗰個學校故事，學生返學前呢先上體育課，之後成績好咗，係一間學校嘅觀察，冇對照組。當故事聽好過癮，當嘅證據就唔夠力，我唔會用佢嚟說服你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反而好穩陣，有人一齊做咯，你會做得耐好多，因為最勁嗰個運動計劃唔係最科學嗰個，係你做得落去嗰個。所以第4個行動咧，揀一樣要諗少少，又有人一齊嘅活動啦，同人咧夾好時間啦，就係最好嗰個鬧鐘。收之前啊，有幾樣嘅信號要講啦，唔好當啊，年紀大就算數啊。如果突然之間口齒唔清，一邊面或者一邊手腳唔聽使，突然睇嘢蒙晒，或者突然好勁咁頭痛，唔好等啊，即刻叫白車。嗰個係中風，爭嘅係分鐘。運動嗰陣胸口痛或者氣悶啊、暈低、心跳唔規則啊、一邊小腿又腫又痛啊，都係即刻停低，打999嗰類類。呢度咧有一張清單，你可以撳停慢慢睇。仲有，如果你本身咧有長期病啊，或者食緊藥，特別係心污糟嘅藥啦、血壓藥或者糖尿藥啦，喺你大幅度加運動量之前，同你嘅醫生講一聲。特別係打緊胰島素或者食緊某啲降糖藥嘅朋友啦，突然行多咗，個血糖可能會跌得快過平時嘅，所以行之前問清楚醫生要唔要調藥啦，
要唔要帶粒糖喺身？唔係叫你唔好做，係叫你做之前問清楚啲做嘅。順帶講埋，血糖跌嗰陣係咩感覺？手震、飆冷汗，嗰啲心跳快，突然好肚餓啊，頭暈啊，或者諗嘢慢咗，成個人蒙查查。如果行下係咁，即刻停低坐低，食返大概15克糖，3粒方糖，半罐正常汽水，又或者呢一盒細紙包果汁，等15分鐘。如果仲係唔舒服，就再食多次。但係如果神志開始唔清或者嗌唔醒，即刻打999，而且唔好餵佢食嘢或者飲嘢，會棘親。總結一次咧，第一啦，個腦會縮，但係快定慢唔係完全冇得改。第二啦，爬路嘅證據係縮少啲，唔係變返後生。呢個分寸呢，我諗你記住。第三，情緒低嗰日唔等有心情先喐。第四，唔使1個鐘，3個10分鐘就計數。仲有一樣要講清楚，頭先啲研究量嘅係海馬體體積同記憶測驗嘅分數，冇一個研究證明到行路可以預防腦退化症。行路值得做，但係唔好當佢係保險。你有冇留意？今集由頭到尾冇提過任何一種補品啊，任何一部機。呢件事最抵嘅地方啦，就係佢真係免費，冇得買，所以你唔會喺廣告度見到佢，你只會喺研究入邊見到，即係免費，但係唔係人人一樣咁行得辛苦啊。行完關節痛就係要揾物理治療師或者醫生嘅信號，唔係要你頂硬上。如果今集你淨係記得一樣嘢，我諗你記住呢樣㗎。今晚着返對鞋，落樓行10分鐘，唔使行足40分鐘，唔使換衫。3、2、1，今晚行第一步。因為個腦同身體都一樣嘅，佢哋唔係一日之間變差嘅，亦都唔會一日之間變好，係一次一次咁行，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咁數，你未必追得返過去咯。但係今日之後嗰條路點行，你係有得揀。如果今集你要轉一句俾人，轉一句，行路唔係令你個腦變返後生，係令佢縮小啲。身邊如果有人成日話自己記性差咗，人老咗就係咁，轉呢集俾佢，覺得有用，一個 like 幫我頂上去。下集我哋會再拆解多一本好書，記得訂閱，撳埋隔籬個鐘仔。最後要講清楚一句，今集講嘅全部係書入邊嘅內容同研究，唔係醫療建議。如果你有任何身體狀況，或者係正喺度食緊藥，請你同你嘅醫生傾，唔好用一本書去取代一個醫生，保重身體，下次再傾。